啥物？头毛，你地球遐，你用歪头就会跳舞，我买跳我。哎呦！你也无把我扶起来啦。写歌互囡仔听，写互囡仔的歌，2023。来写歌呢，大家做伙来唱歌啦。阿嬷，这尔爱唱歌，无你嘛来参加好无？六位啊，楼顶坐了看。教你看，阿妈有啥物无教？阿妈去洗澡咧。我看出来啊。你看这水个加加咧，我去找我的好朋友的史蒂斯啊，史蒂斯甲我教的。我知影史蒂斯啦。你即摆是咧想起啊？无啦，阿嬷，我想讲，应该互你约史努比，约了真好啊。今仔日我搁画另外一个物件互你约好无？搁要画图我约，这阿嬷内行的，你画啥物我拢约会出。你讲的哦。我甲你讲，我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即摆就来互你约。这啥物？水果啊。好图。这是伊的名啦，我先互你一个暗示一个提示啦。来哦。够提数。嘿，你是惊你家己画了无好呀？这啥物？头毛。这地球遐，画到安尼，毋知要画啥画。哎呦，这啥？知啊？大声讲出来。樱桃丸呐。画这啥物物件？目睭啊！你爱着色啊？你无着色。免啦，阿嬷刘海要安怎讲代志？刘海要安怎讲？永远袂记你。你毋是去找人一家头毛，你安怎头毛啊？你无刘海歹势。我若听到真两个字吼，我就会吼，那爬起来跳动安尼咧。我若听到 Michael，伊是去算命还是问代志啊？你跳舞哦？我来跳。你用歪头就会跳舞，我买跳我。哎呦，这一下就牛了。上汉的时候，我咱就叫 Michael。安尼嘛要跳，安尼，月球漫步呀。真好跳，跳到烧。这困难呢。安尼啊，你有安尼跳呀？哎呦！你也无把我扶起来啊！我想讲，我看你一个人咧表演啊。我咧跋倒诶，来看你诶。爸爸要唱歌好恁听。爸爸去看。哎呀，这大练的啊，主持人大练呢。什么阿公阿妈？老公，这条歌我哪会听过？我囡仔有够古锥。这是要写互恁的囡仔歌，写歌互囡仔听，写互囡仔的歌，2023。来写歌呢，大家做伙来唱歌啦。这台语台要来甲大家吼竞选迄个囡仔歌呀。对啊，阿嬷，这尔爱唱歌，无你嘛来参加好无？阿狗，我甲你讲，我最近吼有创作一首歌，我来唱一个你听。好来。六位啊，楼顶坐了看，有无？有啊，毋过这也毋是囡仔歌啦。这大家拢会在唱我无？好，阿嬷你真好。你给我搞安尼。阿嬷真好出个比赛。六个游台湾。我看到时阵，我就足惊讶就对啊。这我知呢，这以前的电影呢，王国六个咧。迄种感觉，因为迄当阵我甲你讲，迄王国六个迄个形象，有去泡温泉，迄是即摆迄新北投呀。我甲你讲，阿嬷有拍阿公阿嬷做伙看，像天天开心啊。真的，做伙看的感觉真好。迄王国，这以前的电影足好看的台语电影。人讲迄北投吼是台湾的好莱坞。因台语甲配音。咱台湾嘛有拍。咱较早认为讲，迄这足本土足台的物件，伊其实有一个足特别的背景。这是台湾款台语台新的节目遐。对啊，内底有足济咱较早毋知影，也是误会的代志，会当互咱了解哦。安尼大家吼爱对阿嬷来看这个节目呢。一柄老虎呀啦！就顾无快有陈嘉玲啊呢。没输啦，没输哦。老虎啊，我知影你啥物名？怎么可能？我知影。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，那么年轻。嘘，
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。性欲低落。谢宇轩请假了呀。生小孩吗？这么紧就到第二季啊！时间就是过来遮紧啊，这一季嘛只有10日尔。哎呦，大家好好把握呢，袂使顶摆无看到，这摆我无看到，安尼袂使啦。好啦，就安尼啦阿嬷即间哪会无爱讲，这礼拜搁到遮为止呢？我讲到有效啊，就到遮为止尔。哎呦，阿嬷你学巧哦！哎呦啊，无事。안녕하세요。实在是足够教的。实在是迄大条店遐嘛。嘿，大条店迄间，阿嬷交头毛拢去大条店。地鸡我在食物件，还有夜市啊。去拜拜啊。嘿啊，霞海城。嘿，对啦，迄间你嘛知啦。有月老啊，你有咧拜月老？唔免，我即摆唔免月老啊，我已经家己就老啊。